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今天的經文。5月7日，星期四。你們找我，不是因為看見了神蹟，而是因為吃了餅，並且吃飽了。約翰福音6章26節。問題：眾人的真實意圖是什麼？雖然人們竭盡全力尋找耶穌，但他們的動機與主的教導並不一致。他們尋找耶穌是為了圖方便。眾人蒙神蹟吃飽後，渡海來到迦百農尋找耶穌。約翰福音6章22至24節。然而，他們所尋求的並非屬靈的滋養，而是為了解決下一餐的溫飽問題。耶穌知道他們的想法，便直接指出了他們的錯誤。他讓他們明白，他們最關心的是會腐壞的食物，也就是滿足他們物質上的需要。約翰福音6章26節。因此，他向他們發出永生的邀請。耶穌沒有讓他們失去希望，他鼓勵他們改變關注點，努力追求傳到永生的食物。約翰福音6章27節。他提醒他們，真正的滿足來自天父為靈性所預備的。知道上帝關心我們的一切需要，真是太好了。雖然為日常瑣事憂慮是人之常情，但我鼓勵你們繼續先尋求那些滋養你們平安和盼望的事物。透過滋養你們的靈性，你們會找到取之不盡的力量，以及世上任何事物都無法比擬的滿足。要不斷培養你們的信心，因為你們在心中建立的具有永恆的價值。明天見，祝你們有美好的一天。願耶和華上帝賜福你們。問候。